因为这个黄山雨甲西南气流影响，全台湾是拢咧落大雨，尤其是中南部山区可能落甲大水雨这个坎站。咱来看分图。气象署是针对全台湾的20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，高雄、屏东山区拢是红色的超大水雨，各地山区拢要注意可能会发生崩山甲造大水造成灾情。因这气象署也已经启动大规模的超大水雨加强作业，来听详细的说明。 白天锋面其实会逐渐的来到台湾中部这一带，那在锋面通过的过程中都要注意，可能在锋面上可能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，可能带来短延时强降雨的现象。因为在锋面的前面会有西南气流的影响，所以在南部山区可能会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雨量累积，然后来到可能偏紫色，也就是12小时超过10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的累积。预计到了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，其实自由锋面大致还在台湾的中部哦。那在锋面前的西南气流影响之下，南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是一个降雨的热区。那预计到了后天的白天，其实锋面会逐渐的南移到大概台湾南部这一侧哦。那其实，在锋面通过的过程之中，可能还是会伴随着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要留意的。由于西南风增强为西南气流，而且锋面通过期间可能也伴随着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，有一些强阵风的现象，所以台湾各地还是要留意可能会出现8级左右的强阵风。晚上其实台湾各沿海，包含离岛，就有可能出现2到3公尺的浪高，所以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